偏僻山街隐藏的花园，原本竟是一座煤矿厂。爸爸给我这个土地，给我这个矿场，那我重新再利用。那么我现在还是一样在采矿，我采的是观光的矿。停产的煤矿荒废了好几年，陈桂文从父亲手上接下矿场，打造成独一无二的观光庭园，竟意外成了热门景点。卡大的意思哈，它翻成中文的话就是第一片的片，第一片巷道。那矿工忌讳死，我们用3瓣来代替第4卡大。矿场遗迹诉说丰富的历史，早年矿工辛苦生活也在这里留下片片影迹。他穿衣服的话，他会流很多汗，那么他就会把衣服粘在身上，就会起那个疹子。80%他们都是裸体在工作的。矿坑作业危险万分，为了落实人员管控，当年也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管理机制。它现在如果呈现是蓝色的话，就表示他在坑内工作；那么如果它是呈现在木牌的话，表示他已经出坑。墙上挂的名牌都真有其人。陈桂文努力保留矿坑遗迹，带领游客们亲身体验矿工生活。要注意安全的客家话怎么说？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？好，要注意安全。要注意安全。愛注意安全，愛注意安全。